嚟了午夜陰，命中要人劍生沙的面。為今年嘅7月季節，除咗一到今下，一隻龜都冇看到。做乜嘅？原來聽龜講想嚟放假，我隔離14日，再去又隔離14日，請先到2日，哪到一啲咁樣子，行盲叫本隔離款。唉，今拜真係盲咖喱大沙牛咧，拍落咯。嗱，唐年7月。鬼門關一開，陰間嘅鬼冚唪唥來到凡間潛息。但係大家唔是驚，鬼最狂3樣東西：鐵樣、果逼，因為果逼會提神；第2樣，語言，因為語言講得多，疑神疑鬼；第3樣，金錢。人哋聽講過一句話嘛？有錢能使鬼推磨，要開啊3樣東西，客家老講，博日太郎，驚乜嘅鬼？這個妹，你覺得是神還是神係啲鬼？應該係神嘅，因為覺得係死鬼啊嘛，我就唔好嚴肅。有一隻語言每早晨都在公園大會打太極，有一早晨每一隻男人要曉背跳石嘅一灘去召佢，佢就太氣嘛，做乜嘢？大家做乜嘢？結果嗰隻人就被嗌捉到，人家問嗰隻語言要愛交件乜嘅吹，語言就講：哦冇，我想講俾你聽，我135天出坐入會打太極啫。嗌來滿年，做俾男人嘅男師，送杯希澤甜師呢？日本都危轉喺5啲哦。因為以前嘅男人多數係做田一會工作嘅。做乜嘅男人下輩要有律師嘅？哎呀，你知得真反水啊！男人下輩冇呢，佢係呢男人咩？要氣喎！有一隻好囂生嘅寡婦，佢試過老公廖本記好多財產，有一日想前進責任改嫁，出天去3隻條件，電包戰款，結果好多人來應戰，但係一隻寡婦都唔滿意。有一日又有人來敲門鐘，佢就效仿意開門，結果看到一隻坐在輪椅笑要彈開嘅男人，見到受失望，但係又係周 Q 滿開嘅3隻問題。然後跳下女貌，其實人講，切，我都冇笑，兩邊跳。而結來款又跳照貌，唉，而看我對腳都殘灰海啦吧，兩邊照。最要寡婦滿意，喂，有條假貨叫你毛嘅，佢就笑笑講，而以為有人幫我敲門鐘啊，係我條假貨閃出來傾。